欢迎收看台湾新感界，我是阿明詹伟民。咱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台湾又搁新增加一个，是第27例这个孙啊。台湾目前已经确诊的这个病例已经来到第31例啊吼。咱讲这个第31例是一个台湾头一个啦吼，青少年学生囡仔治病这个病例，可能是血管去病院探病时阵哦，去阿公所喂着啦吼。另外，咱讲到上长的这个血管日，昨总算来结束啦，今仔是开学日啦吼，大间学校拢总动起来，防疫是大作战吼。开学都要过3关的这个检疫，有人呢这个磅体温哦超过标准，嘛有超过100名的这老师甲学生囡仔哦，因为这个居家这个检疫无法度去上课啦吼。所以要带大家来关心，就讲全球这个疫情，中国疫情虽然讲哦较好淡薄，但是咱看到南韩到呾治病哦已经超过800多个案例啊吼，死亡案例嘛增加到第9个，按起来是这个中国以外病症拖了上济这个国家。那因为这个真济患者拢和新天地这个教会有所牵连的。正咧，这个教会所有这个信众哦，拢爱验病毒啦，按算是超过21万人啦吼。咱今日嘛要照韩国这个例来看，咱讲3月是小妈祖这个妖精，是不是会成做咱台湾防疫的大挑战？台湾新闻界国际新焦点，今日继续要来讲到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啦吼。首先，咱要邀请到3位来宾。第一位，咱邀请到正和平病院急诊室主任，现主持是咱国际医疗医师张如泰。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咱要邀请到台湾基层护理产业工会前理事长周嘉玲。大家好。第三，咱要邀请到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常务理事林成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哦，咱首先就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哦，其实咱今仔日就是新增加第31例啦吼。咱先来听讲这个陈时中部长是安怎讲的。我们就有一个确诊的案件哈，那第31例，好，那第31让大家方便让大家了解起见，好，第31例是从我们第27例哈所衍生的，这家庭总共衍生的5例，好，就27，好，那28是长男，好，那30案是他的妻子。好，那29案是他次男，31案是孙子。好，那今天早上确诊了，好，那现在相关的疫调，好也已经展开，那有进一步情况，再跟各位来做报告。再来看就礼拜4起哈，我们本来就是说儿童的健保卡，哈13岁以下，好本来有单双号的限制，哈现在也取消单双号的限制，好他每一天哈都可以哈就可以买，那以前是可以代买1个，好，我们现在可以代买3人次，好，当然你带了好3张小孩子的健保卡，好13岁以下的健保卡就可以买每一个人好4片儿童口罩，可以买3人份。所以咱就先来邀请到医师啦吼，甲咱解说讲，这回这个第31例哦，其实是这个第27例这个孙啊啦吼，伫血管的时阵可能是喂着病，咱就讲吼，这个家庭内这个感染有一个数字啦吼，差不多是4成6左右这个部分吼，比流感加差不多6倍啦吼。尤其咱讲台湾也未发生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社区感染，但是伫家庭内吼，因为这个接触真数上啦吼，所以伫家庭内这个比例又搁较悬。因为吼，咱即届咱即个31例内底吼，大部分拢是迄落近的接触吼。因为近的接触吼，你迄落即个病毒吼，较容易来迄落，互对方来吸伊的细胞内底去。吼这吸来咱迄落细胞内底去，当然伊毋是讲随时就会发作。伊就要有一个病毒，就要有一个量了后，伊伫咱身体内底吼，迄落咱讲迄落个生出来啦吼，先到有一个量了后，伊才会阮迄落有镜头出来。咱若是讲无镜头的，其实伊就是迄落量也无够遐侪，还是讲伊的身体足健康，吼，所以就较袂。即个咱即个27例，即第27例，即个因为有咧水油剂嘛，吼，伊个迄落有其他的问题伫个，年纪大，所以伊足容易互人迄落传染着。传染着了，因为伊的迄落免疫力吼较弱，
所以伊就迄病毒伫伊的身体内底就足紧就会迄落生足做出来，啊就会发作起。啊，所以伊就会传染着因厝的人足侪人吼。啊，即款的拢是家庭内吼，尤其即马是寒天啦。寒天是。啊，寒天人，所以吼，逐个拢是伫咧厝的较侪啦吼。袂像热天啊，逐个拢会出去郊外咧啊，迄落散步，也是讲去出去佚佗吼。所以即个时机吼。较容易会去念到，就是安尼的原因。是，所以咱讲即站即个家庭内底即个感染啦吼，目前即个掌握的即个接触者差不多有580人吼，啊已经采检的有144个人，啊其中就确诊的吼，已经来到即个规个即个家族内吼，已经是5个人啊吼，啊122个人即个是阴性，啊其他也搁咧即个检验中来之间啦吼，咱先搁带大家来看讲哦，即个全球疫情安尼来看，其实有一个另外爱关注的即个所在，就是伫南韩啦吼。咱先来看讲全球是安怎来即个看开啦吼。咱讲中国即个确诊的即个部分啦吼，虽然说有较控制啊吼，但是也甲前一日来相比啦吼，也是增加到508案例，其中咧有9126例哦是即个重症哦，2663例是死亡的案例，啊国际之间咧有差不多2000即个。110例吼是确诊的这个病例，然后分布伫34个这个国家内底。咱讲哦，这个韩国遮吼已经是来到833例啊吼。是安怎会拖遮紧的？咱等下好好来讨论这个。另外，咱看到这个日本是100外9例啦吼，无按算伫这个选召公主号这个644例，然后另外一个关注的这个焦点嘛是这个意大利这个部分229例啦吼。所以咱看到伫这个东亚地区，咱讲到韩国吼，是安怎即阵会拖甲遮尔严重？咱就要带大家来看讲这个新闻啦吼。咱讲南韩新增加这60几个这个确诊的这个患者吼，到今已经要超过这个800个这个案例啦吼，死亡案例，咱们头先冇讲到是这个第9个啊吼，是中国以外病症拖了上这个接的这个所在啦吼。咱先来看讲这个新天地教会到底是安怎做这个社区传播，安尼抓看开，做来看。针对南韩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数继续咧升悬，全国17个行政区，包括首都首尔在内，嘛拢沦陷。世卫组织24讲，对这种情形感觉真烦恼。The sudden increase of cases in Italy,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re deeply concerning. 南韩目前确诊的患者，大约60%甲新天地耶稣教会的大区市教会有关系，15%是甲庆祝八道的大南病院有关系，出现群聚感染的现象。当局决定要对迄个教会信徒做病毒的检测，估计恐惊会到215000人。政府会要求教会提供信徒具体的告知，嘛爱提供1月到2月去大区教会甲其他分会高风险者的名单。另外，大区市嘛开始出现真侪民众排队买喙罨的情形，疫情嘛对当地经济造成真大的冲击。在地东大区火车头外口，真侪客停车司机讲是完全载无人客。 여기는 손님이 굉장히 많은 곳입니다. 여기에 들어오면은 한 5분, 10분 만에 다 손님을 실고 나갑니다. 그런데 지금은 40분에서 50분, 1시간씩 기다립니다. 另外一个确诊的患者19捌到南韩国会参加研讨会。南韩上大的在野党未来统合党的召集人，也就是前国会副议长沈在德，迄当阵嘛捌甲即个人有接触，所以国会决定取消原本24要召开的全体委员会。南韩总统文在寅24嘛表示，会追加防疫预算，全力控制疫情。 不过，因为南韩陆海空三军已经有10外个士兵去围着，所以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24甲南韩国防部长郑经斗伫华府讨论，会考虑缩减3月联合军演规模。另外一方面，全球对南韩实施入境管制的国家嘛愈来愈多，包括以色列、巴林、约旦、香港等等的所在，拢禁止14天内有去过南韩的外国人入境。 另外，文莱、英国、澳门、伊索比亚等等的所在，是要求为南韩来的旅客爱自主隔离，或者是伫指定的设施隔离14天，搁接受病毒的检测。也若南韩真强的男子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24个新歌记者会嘛改做线顶直播。记者综合报道。
咱讲唔拿这个新天地这个教会哦，其实南韩的这三军内底哦，其实拢有人调兵吼。这个后个月嘛影响到这个美国这个联合军事这个演习啦吼。但是咱要先个请教医师，就是讲咱这回当看到吼，这个新天地教会是安怎创甲这严重？啊，一个吼，咱看这个数字是一礼拜来吼，全来飙升到这个差不多800外例啦吼。伊这代表是这个南韩这个防疫者吼出什么问题？尤其咱讲到吼，可能。咱3月小马祖啦吼，嘛是有这个宗教性的这个活动要出现啊吼。咱讲伫咧新加坡、香港遮的这个所在嘛，是有因为这个宗教活动的这个聚会吼，引发到这个群组的这个感染，嘛是讲社区的感染吼。咱要安怎去防咧？伊这吼主要就是讲这个病毒吼，伊的传染力足强的。是。哦啊，咱若是伫一个头拄啊，像我头拄啊讲的这个吼家庭的迄落感染吼，伊主要嘛是讲伊伫这一个一个密闭，一个安尼拢无算讲窗仔门拢关的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内底啦。所以伊这教会嘛是共款，就是讲因拢人多，啊，搁伫一个迄款密闭的一个空间内底，伫举行因的一个集会，所以。啊，内底若有一个人有丢着，啊，伊迄个传染，伊迄个所伫身躯顶的即款病毒，若是足强的时阵，伊随时就会传互足侪人去。尤其咱讲这个负人人吼，伊个拍照，伊个坐因的这个咱讲 KTX 啦吼，坐因这个铁路啦吼，尤其伊个参加这个结婚典礼啦，烧团的这个人数是安尼怎啊千管啦吼，这代表是啥物意义？就是讲咱伫这个疫情也会当台湾也这样控制的时阵，有啥物爱建议的所在？咱即马就是爱足小心，足小心。虽然咱即马讲的拢是家庭内迄个传染吼，所以咱若吼外口的集会，若讲一个要举办即款大型的吼，虽然伊是咧外口，毋是敢咧教会内底，但是因为人若多吼，伊的迄落算讲接触的即个机会啊，就是拢足近的嘛，就是讲你无一个迄落距离的时阵，你就是足容易就去互另外一个去传着。所以咱爱足小心的，虽然讲戴口罩，你若讲吼无遵守着讲啊爱洗手啦吼，啊一寡卫生的迄款习惯若无好，吼，比如讲啊物件摕着就踢咧喙的落去，还是讲啊甲人小分吼，这拢袂使吼。啊，搁你若身体若无讲足好的时阵吼，尽量你也爱避免去即款所在去甲人参加即款聚会啦。是啦，啊，所以不过咱的若要对付传染病吼，咱也是爱足小心的，啊，毋好提起，啊，毋好讲啊，这无可能啦，这袂啦吼。这若袂的时阵，万一若传出去的时阵是足恐怖的，敢若韩国安尼，伊嘛是想讲啊，袂啦，袂遐衰啦，哪有可能？结果因即摆就得到教训啊吼。所以咱讲到这个韩国，毋若是这个案例尔吼，其实这个病例哦，拢会导致着咱讲这个医护人员，这个伫第一线咧防疫啦吼，还是咧检疫者吼出现问题啦吼，所以这个医护人员这个权益都先受到这个关心。咱说来个请教咱的郑理事长啦吼，就是咱讲到这个医护人员伫咧即回啦吼，咱看到台湾伫咧遮目前的这个医疗人员应该是还够算足啦吼，但是有的这个所在可能够有欠缺这个所在。另外，咱特别是讲到，就是讲这个，亲像讲陈时中部长啦，迄当阵讲到要限制这个咱的医护人员出国啦吼，这个部分是毋是真侪医护人员拢透露着因这个心声，讲真正是已经添加，为什么佫要安尼限制？是毋是用另外一种方式，互这个医护人员可以当接受咧？其实护理人员吼，人无搞即件代志，阮工会为差不多8年前就开始反映啊。是。因为这已经足久长的代志啊，毋是敢讲短时间内靠发生的。嘿，啊，护理人员则就是无够的状况之下，每一个护理人员啊，要出国是足困难的一件代志，伊可能爱规趟天拢足认真拍拼咧做工课，做工课了后，伊甲迄假。甲积到一个程度，靠法度出国。是安怎爱出国？因为对因来讲，出国是一种会当放轻松。嘿，放轻松了后，靠法度转来搁继续拼。是。嘿，啊问题，那这道疫情发生了后，其实足侪人拢讲啊，
医生啊、护理人员啊、病院啊，是讲吼咱迄指挥长部长迄陈时中，拢做了真好，嘿，大家拢甲阮拍抱啊，讲辛苦。啊，问题是你若甲阮讲辛苦，煞是甲阮讲你袂当出国。嘿，啊，其实对于护理人员来讲，伊是一种敢若处罚的感觉。是。对，就感觉讲奇怪，我若遮辛苦，无法度放假，因为第一线，咱迄防护的比如讲口罩啊，迄物件，其实拢无够。阮遮就做侪反映的，就是进前佫讲吼，啊，你一工。进前是咱若讲有需要，还是讲爱换时阵，你就会当换嘛。啊，即摆是讲无论如何，你一工就会当一个。你若真正无小心滴着血，还是安怎要换，你佫爱先签名，爱签名，嘿，爱解释讲吼，你是安怎即个口罩要换。对，啊，即摆佫愈严重，即摆是有反映着讲吼，伊到即摆为止是你2工开当换一个。嘿，等于讲，伊迄一个口罩，伊爱用2工。可能已经有即个病毒伫即个喙炎头顶，还是讲伊的即个衣服衫头顶啊？对。啊，佫会可能会烧坏掉啦吼。对，啊，而且这个口罩咱佫无法度甲带出去嘛，因为带出去病院底困着较济啊，所以一定是留伫病院的。所以啊，咱即摆入去病院，佫爱口罩。等于讲，护理人员伫外口佫爱家己去排队买嘛。对，家己去排队去买一个口罩，较我都带入去。是。嘿，所以对于护理人员来讲，这压力其实足大的。嘿，啊，即摆若讲吼，若讲当然因为病情的需要。是。那即摆是高不离3种，一定要安尼做。嘿，啊，问题是应该要有一寡配套措施出来。对，比如讲，因为其实你即摆讲，我只要限制你讲你袂当出去。啊，毋过咱其实咱法律传染病防治法嘛，伊有规定讲第53条有讲其实你会当用征召的，就是咱若讲吼，你是用调度的方式。是。嘿，啊，你若这部分啊。讲出去，啊！你若有一寡配套措施，比如讲你已经准备请假要出国啊，假拢请好啊，钱拢纳了啊，安尼你是毋是讲吼对这个部分应该讲就是只要做一寡弥补，互护理人员，还是讲吼其他的医术人员吼，较袂感觉讲吼，哦我这拍命咧做工课，嘿啊拍命为大家健康咧拍拼，嘿啊即马啥物拢无，啊假嘛无，啊钱嘛无，是，嘿，这个补偿到底是谁要来甲我这个斗3工啊？吼，咱先来看讲吼，这个禁止医术人员出国这个定义到底是啥吼？咱讲卫福部长陈时中啦，伊做这个指挥官吼，伊就讲吼，这个有爱医术人员吼，除非你是这个报备有稳准啊，无你是袂当出国吼。啊，毋过伊这个话出来吼，侪人就开始抗议啊。啊，尾啊，这个医术署的这个署长，这个就署长啦吼，伊就引用着这个医师法第24条啦吼，伊讲医师若是对天灾事变啊，是讲这个法定的传染病有预防的这个事项啦吼，有遵照着这个主管机关有这个指挥的这个义务啦吼。另外，咱看到医疗法这个第27条吼，伊讲若是重大灾害发生的时阵，医疗机构吼会当爱遵守着这个主管机关指挥甲这个派遣啦吼，啊提供医疗服务甲协助这个办理公共卫生，袂当去闪避啦吼，妨碍也是讲拒绝。另外，咱讲法界人士安怎来看吼？这个医疗法、医师法吼，也是讲传染病防治法啦吼，并无明确限制医师这个人员出国吼，但是爱这个甲主管机关指挥啦吼，指挥这个无包含着限制出国啦吼，尤其咱讲宪法第10条都有这个保障咱人的这个这个陈述，也是讲去佚佗这个自由啦吼。另外讲卫福部安尼这个扩大解说吼，无符合比例原则啦吼。啊，另外咱们看到台北市医师教育工会秘书长廖秘书长咯，伊讲吼爱有明确补偿措施啦吼，就是咱头先这前理事长嘛提供互咱做参考的啦吼。继续咱个先请教医师啦吼，咱看这个过去咱前和平病院嘛有这个例啦吼，就是讲迄当阵马英九去做市长的时阵，有讲啊因为这个已经爆发着这个院内这个感染嘛，所以爱随时倒来伫这个病院来做隔离。啊，迄当阵嘛有一个这个医师啦吼，因为安尼互叫做是这个绕跑医师吼，7天，但是尾啊这个实现幸互伊这个清白啦吼。咱从这个例来看讲，这个限制医师人员出国这个争议是要安怎来讲？这个陈时中部长安尼咧做是对还是毋对的？我是感觉讲吼，咱迄个卫生护理部吼，伊可能无甲医师公会也是护理公会、护理师公会，因先做一个迄个沟通一下。沟通啦吼，
因为咱即摆也天灾也无啊，事变也无啊，咱即个疫情都也未发生呢。咱即摆讲的拢是家族来嘛，所以利用这天灾个即款发生的即款即个条例哦，我是感觉无妥当啦吼。因为你若讲和平17年前的和平迄个SARS 迄当阵是已经爆发了。是。爆发来的时阵，当然你啊即寡医生啊，护理师员会叫转来，这是有迄个道理伫的啦吼。啊，但是就是讲，你要叫即寡人转来，你就是其实吼，迄当阵就是大家拢叫转来是毋对的啦吼。因为你爱分一批两批嘛，是吼，你袂使讲大家拢叫转来啊，顶下剪啊。后壁遐无来通啊，无后壁佫无援助的人来的时阵，你就倒去啊。是啊，所以其实即摆的迄落病院内底拢有分啦，就是讲头一批是啥物人，吼，多一科的迄个医生，还是护理师，因来迄落出来。第二批是啥人？是啊，第二批出来了，第一批若讲迄落因有人去染着。传染着，所以因就爱去算隔离啦吼。啊，这是就是讲你就爱有一个迄款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的即款准备嘛吼。啊，你若准备了有好势的时阵，你无需要啊，所有的人拢苦咧哈，你讲就爱伫遐等吼。对，我是感觉讲咱有小可较紧张一点嘛。吼，你其实。目前吼，那以迄个各病院的即款准备来讲，是人拢有准备了足好势的。是，你无需要去大家拢苦做伙，讲你袂使出去安怎？拢免休困，拢免休困，大家都无法度当迄款放轻松的时阵，哪有可能有心情讲去？对你做防疫的这个工作安尼，有影啦吼。所以其实这个陈时中部长安尼讲吼，其实可能嘛是想讲啊，这阵疫情吼，这个咱小连线，咱看到中国以外吼，亲像南韩、日本拢遮尔啊侪人得病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国际旅游这个疫情吼，有一寡这个建议伫咧吼，有的人倒来都爱14天这个徛家隔离，还是讲徛家吼，家己做健康的这个看讲有这个得病还是无啦吼。另外咧，就是讲这个14天是毋是对这个医护人员啊，这个体系可能有这个欠损啊，是这个部分啊，所以因可能是遮啦吼。不过咱先带大家来看讲，这国际旅游疫情的这个建议，有分做这个3级，咱看到这个第3级的这个警告的这个部分，就是上危险、上严重。咱进前已经针对这个中国、香港、澳门这个部分吼。这个居家检疫爱14天啦吼，啊南韩是咱新增加这个部分。若是讲2月25开始啊，就是今仔日开始啦吼，就是徛家检疫爱14天。啊，自25加26开始咧，自南韩入境这个咱台湾的这个人啦吼，都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另外咧2月27，等爱甲这个咱台湾吼，就是爱徛家检疫14天啦吼。咱看到第2句这个警示的 alert 加吼，就是对当地。加强来丰富这个部分啦吼，有新加坡甲日本啊，意大利是今仔日才新增加啦吼。尤其咱讲意大利这个部分嘛是拖了真严重。啊，第一级要注意的这个部分呢是这个 watch 啦吼，遵守当地这个预防的措施啦吼，这个伊朗甲这个泰国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遮的这个这3国这个部分啦吼，已经是建议讲唔好搁去啊吼。另外，咱头段嘛有讲到啦吼，就是讲这个3月小马祖啦吼。啊，其实咱看到韩国有遮这个例啦，咱头段讲到一直讲到这个新天地这个案例啊。意大利这个啥看遮尔严重有马拉松啊吼，啊台湾3月小马祖，咱讲这个新天地教会是61岁这个查某人吼，啊确诊进前有参加过济届这个聚会啦吼，啊信徒差不多24万人，感染的人数458人啦吼，所以大家拢要做这个病毒的检查。啊，咱看到意大利这个咧是38岁这个查甫人啦吼，啊伊其实就真活跳啦吼，伊讲伊参加着这个马拉松以外咧，伊其实哦是定去参加这个聚会啦吼，啊，甲意大利这个风情嘛有关系，民情嘛有关系啦，因较热情。伫咧遮吼，所以接受的人数啦吼，是安尼摊开了差不多有5万人啦吼，啊感染人数真歹去查迄个源头到底伫倒位。另外咱讲到台湾3月小马祖，
这个部分哦，是这个3月19才要开始啦吼，但是侪声音就出现啦，到底是要继续来办啊无？咱讲这个是9天8暝真密切的这个人群的这个活动移动啦吼，咱看到这个接触的人数，有的人讲是200万，有的人讲伫这9天8暝内底有差不多300多万的人会做伙来参加。另外咧，除了咱讲3月小妈祖，其实佫有这个白沙墩这个妈祖的这个部分啊。毋过咱讲到这个彰化吼，南窑宫啦吼，这嘛是这个拜妈祖的这个部分，但是咧，因为着这个疫情的这个需要，其实因着取消这个绕境这活动，咱先做伙来看。信徒带着彰化南窑宫的妈祖神轿，为彰化南下分灵本港进香。每年南窑宫的进香活动，拢有上万名的信徒参加。不过今年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的疫情扩大，南窑宫决定今年的进香活动无开放一般的民众参加，不少信徒感觉可惜，但是为了防疫，嘛敢会使配合。如果尽量少一点是比较好啦。现在这种时期啊，有较无彩啦，但是是讲吼，是安尼，互咱安尼，伊要讲互咱安尼会当平安安尼吼，算讲嘛是惊咱讲出去讲真正万一若转来身体若无好，安尼嘛无好安尼啦。南窑宫是彰化的县城古迹，每年3月底拢会举办为期7天到8天的分灵本港进香活动。今年进香原定7天6暝，为3月21号起价。不过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美方向妈祖跋杯请示了后，决定将进香的行程缩短做2天1暝，而且刚有庙方的人员、甲马会成员会使参加。因为宗教是要让人平安、健康、甲心灵安定，咱莫因为宗教的迄个过程带了互人民不安，安尼对生命嘛无好。林世贤表示，南窑宫是由10位马会组成，彰化市长接兼南窑宫管理人的身份。庙方甲马会伫进前的会议中讨论出共识，这会做出缩短进香日程，也佫有限制人员参加的决定。虽然真侪信徒敲电话到庙来问，但是为了防疫，也是希望信徒会使谅解。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咱头先讲到这个韩国这个，伊其实是这个是来这个聚会啦吼，但是咱看到这个遮尔大的咱台湾3月小妈祖，若是安尼规个绕境还是细境啦吼，其实是全台湾伫咧户外啦吼，伫咧外口安尼来绕境，但是咧食食的这个部分，还是讲伫咧暗时咧大的部分，可能就是防疫大浪旁的这个所在。因为这个吼，我头拄可能讲一个绕高去，就是讲。这个病毒是，伊传染力足强的，但是有的人传染着伊也无症头出来，这是上恐怖的所在。超级传染者都出现啊。对啊，你若讲伊无症头，你也当作讲哦，伊也是健康人，定下咧嘻嘻哈哈摸来摸去，也是讲定下咧哦，国家定下咧分物件食，这下你就惨嘛吼。所以咱就是讲爱。足谨慎的，就是讲，这个疫情啊，绝对袂使有破空去。一旦有破空去的时阵哦，咱就无法度去收煞。尤其你看韩国就是足好的一个迄落例啊嘛。你若个无法度通去，已经有一个足好的例互你看，你个要提起的时阵迄就正经吼，正经都无法度啊。有影。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理事啊吼。咱讲到这个教育本地吼，咱3月小妈祖的时阵是一个真好的这个本土教育的一个例啦吼。但是这回咱徛伫这个家长、这个团体的这个立场，你安怎看？讲啊，是毋是爱应该鼓励这个学生去参加，还是讲应该就甲动起来？伊家长的想法就是讲，望着咱的囡仔，不管是家庭还是伫学校内底，拢会当真健康，吼，真安全来学习嘛吼。所以今仔日拄着这件代志，我相信，敢若拄则咱医师所讲的吼，这个代志袂当开玩笑，吼，绝对爱用最悬的规格来看待。所以伊家长个人的建议是卖啦，不可。咱听课等一波，若真正稳定落来，咱要搁来做，我相信生命嘛会当体谅。有影。这是我的想法啦。是，这个对家长团体的想法是安尼吼。防疫啦吼，毋是，就是要保护神啊，嘛不是要保护这的人吼。安尼就是咧敬神吼。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前理事长吼。其实这的这个咱讲绕境，有可能
若是真正有一个案例超级传播者，若是出现，对于这若是讲真正烧炭落去，是几百个人，台湾这个医疗体系，这个护理人员、医疗人员，敢有法度会堪哩？可能较困难。对啊，因为人已经无够啊。是。嘿啊，大家即马其实你看政府为着要互防疫做甲足完全的，伊无调度讲吼，无像阮就看到迄有咧征召有无？就是护理人员的志工，嘿，伫头前咧做防疫的措施，嘿，所以迄对因来讲其实压力已经足大啊。咱即马人无够的状况之下。大家上班，还是讲照顾，不只是照顾咱即马已经可能有南北病人，啊，搁有一寡一般咱病院爱照顾的病人，是，嘿，迄压力其实是足大的。所以若真正讲吼，传染的状况爆发了后，迄是病院根本唔敢想的问题。有影啦吼，这个咱讲这个绕境吼，有人讲是毋是会当延前？讲这个3月过吼，搁较热的时阵。再来办这个活动，还是讲规期今年都卖办啊？嘛有人安尼，啊，咱头拄看这个彰化这南窑宫这个例嘛是讲啊，今年就取消，安尼这个绕境这个部分啊，咱台北这个上山这个自由宫吼，自由宫啦吼，伊嘛是要来取消去绕境去参香这个部分啊吼，所以侪人咧讨论，侪人咧建议，就是讲啊，真正有看会当这个庙遮听会入去了，就是讲。安尼咧做，绝对毋是对神不敬啦吼。咱若是保护疫情，保护了好，才是对神有真正有尊敬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今日是这个开学这个部分啦，咱讲这个检疫都要过3关啦吼。头一站的有的人这个学校是搭这个病啊啦吼，啊一关一关吼。直接有老师甲你做检疫，啊，另外咧，啊，看你有挂这个喙炎无吼，啊，但是咱看到高雄市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中山这个工商啊吼，伊是台湾学生上济这个高职，拢总有7400外个，所以要检疫起来吼，连绑这个下头这个下温哦，穿这个下温穿拢无够啦吼。另外咧，若是讲用这个红外线这个感应体温这个机台咧，嘛干那10一台尔吼。所以对这个学校来讲，真正是大挑战。咱先做伙来看。透早6点50分，第一班校车到位，全国同大的高职中山工商开学，包括坐校车甲行路，总共有7400名学生入来学校。教育部特别来看防疫情形，不过学校原本想要让学生上车进前先量体温，却因为额温枪无够，只好部分取消。不是所有的学生在上车之前，他可能额温枪的数量不是那么足够的话，其实他下车量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150几台校车加上每一个班级嘛爱用，学校欠40几支额温枪，只好要求坐校车的学生全部挂嘴烟，并且伫个船长放红外线监测器，方便大量检测。但对小物件入来，学校就袂附装监测器，改用班级家己量的做法来补救。一个是进校门的第一个关卡，那第二个关卡就是进到教室之前，老师就会指导学生大概做3个动作，那么检查口罩，然后量体温，然后做消毒的一个动作。用1点半钟，所有学生才全部入学校坐定位。虽然教育部表示检疫以后学校内底唔免挂嘴烟，但中山工商也是要求学生伫个室内拢爱挂。为学校学生共款唔敢无挂，开学典礼更加留伫教室看影片，减少接触。口罩是全程戴着，对，这样比较不会口沫、飞沫传染。那学生也都很努力的都准备过来，然后就算我都有提醒学生说，就算不是医疗用口罩，防尘口罩也戴着也好，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学生70%的学生都是搭乘交通大众运输交通过来。多开学老师学生拢在观察疫情，虽然唔敢学袂起落来，但学生烦恼厝内虽然无够逐工读册用。中山工商第一间嘛有150名学生无家己带，已经用到备用的喙烟。对师生来讲，喙烟是毋是有够长期使用，有关是大挑战。记者王家川、郭建顺、严昭宽各用报道。真正这个上长的这个休官日啊吼，昨结束啊，今日是开学日，咱看到这个学校真正是拢总动起来吼。啊，毋过有这个欠点的这个所在，咱嘛是来讲吼，亲像这个喙炎有的人都无挂啦吼，啊是这个坐校车吼，若是讲这个一个人若是得着病，啊可能是会影响到规车这个人吼。咱嘛看到其实咯，这个咱有做着一张这个图啦吼，就是讲这个停课也是
学科这个部分啦吼。咱讲开学日这个防疫事项，咱伫咧校园防疫这块咧，咱讲这个要去学校进前，都要量体温啦吼，若是这个耳孔温度是这个38度，还是额头温度是37.5度，你若是有这个家扫，还是讲这个毋是过敏性的这个流鼻水，也是呼吸道的这个症头吼，你就要主动甲学校这个人讲啦吼，并且去看医生啦吼。真正是若这个破病的所在，真正就先莫去这个学校啊，是对家己来讲是一个健康的这个意识，嘛是对别人真正是会有健康的这个部分啦吼。你就讲健康的人无需要随时这个挂喙炎。挂喙炎就要留互这个学校人，但是咱看即阵学校是拢有挂这个部分啦吼，接洗手啦吼，也是讲注意个人的这个卫生，也是讲这个家扫这个礼节啦吼。咱讲校园有停课甲复课这个标准，咱讲高中以下的这个学校咧，一班若是有一名老师也是个学生，防看做是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吼，一班都来停课啦吼。一校内底若有2名确诊的这个病例，这个学校都要来停课。咱讲咧，另外扩大到这个乡镇市啦吼，若是有1/3的这个学校全校来停课，这个乡镇市区啦吼，咱都爱来停课。复课了后咧，嘛由学校来安排补课的这个时间。咱讲的是这个高中以下学校，另外大专院校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一名这个学生，也是这个老师啦吼，确诊有病例吼，这个。该师生所修的这个课来停，然后若是有2名以上这个师生来确定病例，这个校区就来停课啦吼。停课会当缩减掉咱这个上课的这个礼拜数啦吼。若是一学分18点钟来弹性来授课啦吼。若是做补课，也是线顶来合适拢会使啦吼。咱过来请教咱的理事啦吼，就是讲咱这回防疫也阁有做甲无条文的所在无？咱伫咧第一线，还是讲家长团体有咧反映啥物咧？目前来讲，咱会当了解，就是各县市伊物资，咱的政府单位或者是教育机关，其实伫开学之前，和每一个学校的行政团队拢有经过一个开会，不止一届的开会吼，所以基本上有一个标准的 SOP。但是今仔日开学的时阵，我陆续嘛是有电话去了解一寡县市的执行的状况。但是就是因为有的大学校。那你讲的拄只迄个额温枪也好，还是讲额温枪无够，无够的时根本就无法度讲真落实啦吼，诶，无法度讲每一个学生囡仔吼，即马政府因为口罩无够啊，口罩无够吼，希望讲家长会当伫上学之前，就替咱的囡仔先量好才去，吼，因为学校的老师行政也好，其实这个骹手嘛无啥够，你讲要将咱的囡仔拢学校去顾，我感觉是较无负责任啦。家长家己都要本身做好。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讲，希望因为这个疫情看起来短期间是无结束的这个迹象啦，吼，看起来是无遐紧啦，吼，所以是一个真好，会当互咱国人培养真正确的这个防疫观念，防疫观念。所以讲，但是咱啊。唔免去紧张啦，吼，免紧张，免讲这个恐慌，讲这足严重诶，莫逐工看到新闻讲确诊加几个，就乱了这个封存，唔免，我感觉唔免。所以伫遮咱来呼吁咱的家长，就是第一点，咱这个要有正确的这个养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吼教育咱的子弟伫厝内就是要有一个真好卫生习惯，吼，甲接这个洗手的啦，吼，若拄着。去摸到外口一寡物件，转来一定要马上来洗手，吼，养成好的卫生习惯。吼，这个到学校了后呢，就是爱配合着这个学校本身的管制的这个流程。吼，那学校这方面，咱嘛是来望就讲，假使那这个做会到，人力做会到，物资做会到时，一天莫干量一届，莫干入校上学迄个时阵，入去。你中昼困起来到底，因为发烧什么时阵你唔知影，唔是讲家己会知影发烧尔，中昼就袂发烧。吼，我相信这也应该足清楚的吼，发烧这时间点无一定，所以会当就讲，讲政府嘛会当资源尽量互伊到位，吼，学校这边会当配合，比如讲每一个班级吼，拢会当有一支额温枪甚至用午休之后起来，搁加量一届啊，吼，加这个保全这个，互咱这个囡仔的健康，吼所以讲，伫遮，阮嘛是讲，因为过来就是我的看法，对这个
口罩吼，是毋是有必要大家拢挂？哦，咱拄仔看中山工商即个吼，你甲看，咱一般正常人，你挂几工？挂了看，你来电线挂一礼拜，你看你会起疱疹无？我是毋知影会无啦吼。你逐工拢挂，而且即个情形就讲你定定安尼挂，你第数量无够嘛，第你挂久长的，啊一寡细菌拢直掉伫遐，伊是毋变成有一解二处的即个伤害？过来就是讲，即个口罩到时候就是变成废弃物嘛。啊，到底是不是新的问题？等规堆啊，要哪处理？大家即马四界拢病院附近，还是讲倒位拢？变成口罩荒，口罩太多了，这个废弃物是免来处理。吼，所以我感觉是毋是政府这个方面会当过来正式宣示，吼，咱讲的家长尽量配合，无必要健康人就莫挂，健康人莫挂口罩，啊，留互遮吼破病的医护人员，吼，还是讲真正有感冒的人，吼，有感冒有那个传染的风险，有种风险的，这种的咱互挂。啊，正常包括小朋友嘛会当尽量莫挂，健康咱要挂。你只要有固定去量的体温啦，吼，来去控制。我是安尼来，我个人认为安尼来讲，对咱政府嘛好，对咱家长嘛好，吼，会比较不实啦。有影啦吼，务实的比较务实安尼。是，咱讲到这个武汉肺炎吼，伫咧武汉这个少年人吼，就是讲这个12岁以下，这个得病这个人数啦吼，有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例差不多有30几个例啦吼。啊，其实有咧这个报道头顶就写讲吼，其实因得病这个临床的这个反应吼，其实有的这个发烧的镜头可能是较低温的。这个唔是真正发烧，就有这个镜头出现啦吼，就是讲伊这个得病几率啦吼，伫咧少年这代甲过去，咱讲甲大人这个治病这个部分吼，因的镜头是有小可无共款的。其实一般来讲是迄落，在这武汉这个迄落肺炎这个病毒啊，这个病毒其实吼，目前来讲。大概拢已经足清楚讲，伊是迄落咱的喙烂嘛，吼，菌接触啊，啊，迄落嘛是伊有可能是一寡用迄落空气内底吸，伊嘛有可能啦，吼，这也无拢确实啦，吼，啊，但是伊有足几种人伊可能会得病，就是。迄落你菌吼，咱接近的迄落接触啦，啊，另外就是你伫一个迄落密闭的空间内底，啊，过来就是即个老人啦吼，啊，过一种就是你迄落有迄落糖尿病来，也是水溶剂一寡较，你算讲有慢性病的人较会得着，啊，少年人袂得着是因为。迄落身体较勇嘛，吼，所以伊的抵抗力，身体内底抵抗力是较强，较强，啊，所以病毒伊就较无，算讲伊伫伊的即少年人的身躯内底，伊就较无法度通生存，伊就会去互伊内底咱的白血球安尼一直抬，啊，有那万一伊吼，若是讲伊。即几工拢咧迄落，咱举一个例啦，就是讲迄个耍电脑啦，耍到3更半暝啊，歹困啊，体力无好的时阵，就发作起来。治病这个部分就开始发作起来，镜头。所以哦，就是讲，伊若无发作就是讲伊无镜头是，伊身体袂歹啦。是。啊，但是就是讲，咱对即款无镜头的即款的病人吼，咱实在正经爱小心，所以以目前来讲，就是讲，咱已经大概知影讲，要安怎来防啦，但是就是讲莫铁起，啊，个人的卫生一定爱做到迄落足打底，啊，咱爱学日本啦，吼，日本的教育人伊按细汉的时阵，咧小学生的时阵哦，人伊就每工就是去学校。就是先洗手，啊，尤其咧流行性感冒开始的时阵哦，迄个期间哦，因老师拢会带，就是讲上头先爱做的代志就是洗手，洗手洗好，落喙，落完哦啊，量体温，啊，就去教室才上课，啊，原则上就是有镜头的人。
你就卖来啊，卖来，因主动就是卖来啊，唔是讲去到学校叫老师啊讲啊，你袂使来，所以这就是讲咱的学校爱老师爱做甲足彻底，但是袂使干那靠老师，因为老师嘛是爱顾遐济，学生伊无法度完全照顾着。咱的家长爸母嘛是爱负一点仔责任，就是讲正经若无法度的时候，你袂使想着讲啊，今仔我爱上班啊，囡仔无人顾，我就互伊去，这就惨啊，这就你嘛袂使讲一寡病拢爱靠医生甲护理师来处理，咱若干那靠医生甲护理师来处理病院嘛是复杂，这个医疗可能嘛帮半，所以咱要带大家来看讲，头拄啊，咱有讲到这个武汉肺炎啦吼，这回咱讲防疫这地啦，伫咧学校遮，伫咧休馆，这2礼拜吼假休这个期间，其实真侪行政人员已经拢动起来吼，真正的这个防疫袂当干那靠这个学校的人员，家长你家己责任嘛真重要，这个学生囡仔，这个厝内底的囡仔嘛是真重要，这个卫生习惯、卫生这个礼节啦吼，一定拢爱做甲条文啦吼。但是咱要另外一个赞助，咱过来讨论就讲吼，这回防疫这个条例纾困啦吼，咱伫咧这个今日这个立法院嘛有3读来通过，咱来带大家先看讲这个条文大概重点是啥物啦吼。咱讲这回这个专名或者是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甲纾困振兴特别条例啦吼。这个条例这个重点有这个部分啊。等下嘛，甲咱内边有相关的，就是咱讲爱互这个执行防疫工课这个医护人员有这个津贴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讲要求政府若是要求这个徛家检疫隔离的这个劳工啦吼，这个头家你都爱互伊这个检疫隔离的这个假期，袂当家看做是无来这个做事啦吼，也是强迫伊用其他的假别来做处理。另外咧，嘛袂当靠伊的这个专金的这个奖金，另外嘛袂当因为安尼来甲伊私头路，或者是其他不利伊的这个处分。另外咧，咱讲到检疫隔离这个假期咧，这个头家会当卖互伊薪水，但是你若是互伊薪水，你就会当透过减税做这款这个奖励这个部分。另外，咱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这个产业，爱互伊纾困的这个补贴。咱嘛看到这回经费差不多有600亿这个部分啦吼。若是讲对着其他这个物资吼，咱真侪新闻进前拢有看到有人去这个囤这个喙炎啦吼。这若是你有这个甲这个计数也好悬，还是讲不当来甲囤这个防疫这物资吼，相关的让处理着这个5年的这个徒刑甲500万的罚金啦吼。咱讲施行日期。就到这个6月30啦吼，今日咱通过啦吼，希望这个施行日期，咱就会当，若真正卖疫情有断开，咱就会当直接就好啊啦吼。另外，咱讲争议是啥物咧？咱讲受徛家检疫隔离的人吼，这个头家会当卖付薪水啦吼，但是无比较这个 SARS 这个暂行条例，这个若是有你有检疫、防检疫，还是讲有隔离的这个公假这个需求啦吼。另外嘛是讲，互这个头家。甲国家来领取到这个员工受隔离期间的工资的这个补贴啦吼。国家若是规避着这个负担防疫成本哦，劳工爱自行来吸收，恐惊有人哦，就是因为安尼哦，暗看着伊健康的这个有可能有镜头，伊唔敢去讲啦吼。真做是咱讲的防疫的大浪棒啦吼。咱搁请教咱的前理事长啦吼。咱讲到这个条例内底有讲到一点，就是讲爱互这个防疫工课医护人员这个津贴啦吼。其实这步是好的，但是咱头拄嘛有讲到，这个医术人员伫咧这回要安怎，互因这个心服口服会当继续落去做，咱政府这地一定要做到啦。头拄啊，你嘛有讲到吼，若是讲这个医护人员受到安尼这个影响，无法度去做出国这这个代志，其实有透过这个减税，还是讲其他这个补助、这个团费这个部分吼。头拄啊嘛是你建议的部分，佮甲咱补充一下。因为这个部分是特别需要讲，是因为人无够，的状况之下，即马长期来讲人无够，即马拄着这些代志爱处理，咱就要好好去面对，对。无你若讲吼，你若安尼限制，阮足惊，阮其实拢足惊讲，这件代志了后，就一定护理人员的离职。这对咱这个咱讲护理人员已经都无够啊。可能是，佫是一个大这个问题出现。对，所以阮工会其实一直有咧强调，就是进前就一直咧争取讲，希望
病医应该是爱甲讲吼，伊若是有趁钱，伊应该拨，比如讲10%来补充护理人员。嘿，人较是上重要的。啊，人若健康，那护理人员的人若有够，较有法度好好来照顾病人，较袂讲吼，咱即马若对到代志的时阵，就会惊吓讲吼，啊是毋是人着爱安怎做，搁安怎做，还是讲吼，着无法度出国啊，是安怎的？嘿，啊，护理人员若无法度好好啊休困，伊的状况，伊的健康状况就会愈来愈歹。啊，若愈来愈歹，其实对病医也是对社会来讲，这种毋是一件好的代志。这是阮足烦恼的一件代志，安尼。所以我希望讲吼，其实当然啦，你若讲吼，互因津贴是一件补偿啦。嘿，啊，毋过对阮来讲，上重要的是你后来的人，敢有要偷偷家保护？对，是，对，较袂讲吼，若真正佮面对有啥物代志发生的时阵，佮来惊吓。有影啦吼，就是讲你干那这个津贴的这个补助，可能治标无治本啊，后尾啊这个人员的这个欠缺，这是一个大问题啦吼。对。所以医师，你安怎看讲这回咱的这个纾困条例咧？这有奖励，甲有迄个严罚吼，迄是一定爱做吼，因为你若无安尼做的时阵哦，有诶就是想讲啊，我都做到要死啊，无安迄落啊，有诶想讲啊，我都无啥物迄落严罚啦，所以我会当安尼清菜我黑白走黑白走，所以我是感觉这是足好诶，一个迄款迄落条例吼通过啦，但是吼，就是也嘛是爱考虑着讲。咱即个迄落这种公司吼，嘛是爱补贴一寡迄落，互因来吼补贴员工的一个迄落，算讲因的迄款若无法通出来的时阵，因有一寡迄款的补贴啦。即款的啊，医生甲护理师来讲，因为即马确实有影，大家听着讲我爱过迄款迄落。迄款传染病的病人，大家拢也惊到要死。啊，你若阁无法鼓励落去，想要去做，啊，政府家己来做，变安尼个。这个行业可能都有出来。所以就这一定爱做甲会到，才会使。啊，无哦，你甲嘴咧讲哦，你爱有爱心啦，你爱安怎？你无迄顶无法治落去，然后想讲啊，我会使免做，我就辞职就好啊。所以这是讲。你也爱一定爱鼓励啦，这是一定的。另外咱讲到吼，其实这个条例内底啦吼，毋那是这个医护人员这个部分啦吼，其实那是互政府要求是这个徛家检疫、徛家隔离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进前嘛有讨论过吼，那是讲这个学生囡仔，因为安尼可能体温伤悬，啊无法度去学校，啊这家长进前咱就讲前2礼拜有这个防疫这个照顾假期啦吼，啊这回咱讲这个防疫照顾假期了后，可能。顶回咱咧讨论有这个全薪，还是讲半薪，还是讲互你假期，但是无互你薪水。但是咱即阵看到，还是互你这个纾困的这个补贴啦吼。你若是这个企业，你有互这个辛劳、这个薪水的，你会当去做减税这个部分啦吼。啊，对家长团体来看，咱安尼有一个家长的这个赞助嘛，这个可能是头家辛劳这个赞助，咱你是安怎看？是我相信，这种代志是家长也是一般的父母无希望拄到。是，吼。那毕竟这种工课就是人事啦，吼，有人爱做代志，啊，这事情爱安排人做，吼。啊，一般公家还公家，但是私人的企业是无共款，伊就是爱趁钱嘛，啊，有人做代志嘛，吼。啊，所以讲一般伫顶届咱咧讨论就讲啊，休2礼拜，这个防疫照顾假的时阵，为虾米你去网络咧看？大概所有人拢烦恼讲唔敢请假，为虾米？那你讲啊，一个萝卜一个坑啦。啊，遮今仔日确实讲我请假，休2礼拜转来，害啊，遮工课去用接手去。啊，你工作权就无去啊。有啊。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上班族应该是上惊这部分啦。吼啊，确实讲若要吼一般的企业会当来支持讲政府将这防疫做好。是。我望就是讲，即个法院确定了，就敢若咱过去育婴假迄种的，或者是讲像保险迄种失业补助，吼，我就是你请几工，啊，我可能互你6成还是7成，吼，共同来分摊。啊，毕竟即届代志是非常小可啦，吼，你若代志若无做好势，是到规国家拖甲安尼，我相信
其实国家的经济其实就会落来。是。所以讲，伫这个方面，家长是望讲政府真正就是爱有执行力，啊，企业这方面就共同将劳工当作是公司上宝贵的资产。是。吼，因为毕竟得到这种需要隔离这种的，并不是本身愿意的。吼，所以讲。会当来配合着咱政府即届纾困的措施，吼，会当互即个事情会当来圆满。有影啦吼，咱讲到即个头家，你虽然会当卖互你即个薪水，但是你会使透过吼，你若是有付薪水的，即政府就互你减税即个奖励啦吼。其实政府伫即地吼有即600亿的即部分有分配伫各界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咱若看到讲真正是政府有咧做啦吼，也是讲即个公家企业。也是讲这个公家这部分，企业界这个私人的这个部分啊，拢去互伊这个薪水这个部分，其实拢对这个疫情有做帮助啦吼。今日非常感谢咱3位来宾来甲咱节目做回讨论，感谢，多谢。谢谢，感谢。